炸翻港圈漲柏之四胎確是千金，謝霆鋒拋王菲首產房72小時，謝賢怒拍桌，100億資產全歸他，誰不服？原料港圈徹底亂套了，就在全網旋在瘋狂猜測漲柏之四胎到底是男是女，生父究竟是誰的時候，香港養和醫院 VIP 產房外的一組照片，直接引爆整個華語娛樂圈，信息量大到炸屏。漲柏之四胎確認為千金，體重6斤8兩，眉眼酷似年輕時的漲柏之，軟萌可愛。而產房外，那個本該陪在王菲身邊的男人謝霆鋒，竟放下所有事務，寸步不離守了整整72小時，三餐全靠外肉，眼底布滿紅血絲，神情焦灼又溫柔，半點不現往日的高冷疏離。更讓人震驚的旋在後面，88歲謝賢拄着拐杖，親自現身醫院，看到襁褓中的孫女那一刻，老淚縱橫，當場怒拍桌一聲令下，從今天起，謝家100億資產，全歸漲柏之和我的乖孫女，不管是霆鋒，算是其他人，誰都不准有異議，誰敢不服，就別認我這個謝家老爺子。其實漲柏之懷四胎的消息，早在半年前就已經在港圈悄悄流傳。當時有港媒拍到漲柏之現身香港養和醫院做產檢，穿着寬鬆的黑色外套，小腹微微隆起，身邊跟着多名保鏢和助理，全程低調，刻意避開鏡頭，可算是被眼尖的記者捕捉到了身影。消息曝光後，全網瞬間陷入瘋狂猜測。有人曰漲柏之這是又懷上了人子，畢竟他曾在節目中直言我要生到不能生為止，算坦言自己這輩子的夢想就是生小孩，當媽媽，擁有一個熱鬧鬧的大家庭，彌補自己童年父母離異、顛沛流離的遺憾。也有人曰這次大概率是女人，畢竟漲柏之已經有了3個人子 Lucas、Quintus 和3胎人子漲禮成，湊個好字是他多年來的心願。除此之外，最受關注的算是四胎千金的生父身份。畢竟漲柏之3胎人子的生父之謎，至今全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從謝霆鋒、周星馳到台灣藝人何孟懷、內地富商孫東海，再到外籍工程師、新加坡富商 Leonard， 候選人名闡排了一長串，卻始終沒有得到漲柏之的正面回應，只無表示孩子父親是圈外人，不願被打擾。而這次四胎懷孕，漲柏之更是低調到極致。不僅沒有公開承認，反而刻意減少公開露面，就連社交平台也很少更新，偶爾曬出的照片也都是穿着寬鬆衣物，巧妙遮擋小腹，全程不提及懷孕相關的任何話題。即便被記者追問，也只是笑着迴避，一句順其自然就好，吊足了所有人的胃口。就在全網猜測不休、爭論不止的時候，香港養和醫院傳來了重磅消息，漲柏之順利剖腹產下一名女嬰，確認為千金，體重6斤8兩，身體健康，眉眼間和年輕時的漲柏之一模一樣，皮膚白色，五官精緻，軟萌可愛，被醫護人運稱為港圈最美星二代。隨後有媒體拍到漲柏之的經紀人現身醫院，面對記者的追問，終於從口證實，感謝大家的關心，柏之順利生下了一個女人，母女平安，目前柏之和寶寶都在好好休養，希望大家能夠給他們一點私人空間，不要過多打擾。
經紀人的一句話，徹底坐實了張柏芝四胎千金的消息，全網瞬間炸鍋。可就在大家紛紛送上祝福的時候，另一組照片的曝光，卻讓整個事件徹底反轉，瞬間引爆了更大的爭議。產房外，謝霆鋒竟黑然在列，而且已經搜了整整72小時照片中，謝霆鋒穿着黑色休閒裝，戴着黑色口罩和鴨舌帽，身形消瘦，眼底布滿紅血絲，顯然是熬夜未眠。他坐在產房外的長椅上，雙手抱胸，神情焦灼，時不時抬頭望向產房的方向，眼神裡滿是擔憂和溫柔。偶爾有工作人員經過，他旋配主動上前詢問張柏芝和寶寶的情況，語氣急切，半點不見往日面對媒體時的高冷。據醫院工作人員透露，謝霆鋒是在張柏芝進產房的前一天就趕到了醫院，從張柏芝進產房開始，就一直守在外面，寸步不離，整整72小時，沒有離開過醫院一步。三餐全靠外肉，累了就靠在長椅上米一配人，哪怕助理多次勸他回去休息，他也堅決拒絕，直言我要在這裡等着他們出來，陪着他們。更讓人意外的是，有港媒拍到謝霆鋒船特意讓人準備了新生人的衣物、奶粉、玩具，全都是頂級品牌，甚至船親自挑選了一款定製的嬰人床，看得出來，他對這個剛出生的千金十分重視。這個消息瞬間擊碎了所有人的認知。要知道，謝霆鋒這些年一直和王菲低調相戀，兩人雖然沒有結婚，卻十分恩愛，經常被拍到一起出行、同居，是港圈公認的神仙眷侶。就在張柏芝懷孕的消息曝光時，全有媒體拍到謝霆鋒和王菲一起現身國外度假，舉止親密，絲毫沒有受到影響。要想揭開這場陪產風波的真相，我們不得不回顧謝霆鋒和張柏芝那段轟轟烈烈又滿是遺憾的過往。他們的愛情曾是港圈最動人的童話，卻最終淪為最狗血的恩怨，糾纏了整整10幾年，牽扯出無數的眼淚和爭議。2002年，謝霆鋒和張柏芝因拍攝電影《老夫子2001》相識相戀。彼時，謝霆鋒是紅遍亞洲的頂流偶像，張柏芝是靈氣逼人的星女郎，兩人郎才女貌，青春年少，走到一起，瞬間成為全網羨慕的金童玉女。他們不顧外界的質疑和反對，大膽公開戀情，一起逛街，一起拍戲，一起出席活動，愛得坦蕩又熱烈，甚至一度談婚論嫁。可這段看似完美的愛情，卻沒能抵過現實的考驗。性格剛烈的張柏芝和叛逆不羈的謝霆鋒，常常因為瑣事爭吵，加上外界的流言蜚語、媒體的過度關注，兩人的感情漸漸出現裂痕。2004年，兩人正式分手，一度鬧得沸沸揚揚，互相指責，形同陌路。分手後，謝霆鋒轉身和王菲復合，而張柏芝則經歷了一段低谷期，後來嫁給了陳冠希。可這段婚姻也因為艷照門事件徹底崩塌。就在所有人都以為謝霆鋒和張柏芝這輩子都不配再有交集的時候，命運卻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2006年，謝霆鋒和張柏芝意外重逢，舊情復燃，很快就宣布裂婚。同年，張柏芝生下大人子 Lucas， 2年後又生下二人子 Quintus， 一家4口，看似幸福美滿，成為港圈的模範家庭。
可誰也沒想到，這段婚姻終究船是沒能走到最後。2012年，謝霆鋒和張柏芝正式離婚，理由是性格不合，但外界普遍猜測兩人離婚的真正原因和當年的艷照門事件以及兩人長期的矛盾分歧有關。離婚後，張柏芝選擇獨自撫養兩個人子，褪去影后的光環，成為一個渾身是勁的禪襯媽媽。那時候的她，一邊拍戲接商演，一邊照顧孩子，每天連續轉，卻從來沒在孩子面前抱怨過一句，也沒越過謝霆鋒半句呸話。而謝霆鋒則再次和王菲復合，過上了低調恩愛的生活，偶爾會探望兩個人子，卻很少和張柏芝有過多交集。可很少有人知道，這段看似已經結束的感情，背後存有着不為人知的傷痛和糾纏。多年後，張柏芝在錄製媽媽咪呀時，觸景生情，紅着眼眶自曝印情，我自己也是女人。生完 Lucas 後，連續流產了4次。這番話瞬間引爆全網，也讓大家終於知道，當年她和謝霆鋒的婚姻裡藏着這麼多不為人知的心酸。據悉，張柏芝2007年生下 Lucas，2010年生下 Quintus，2012年和謝霆鋒離婚。這4次流產全發生在短短3年間，相當於3年裡5度懷孕，求子心切的程度可見一斑。可當時沒人在意她的傷痛，反而把矛頭全指向了謝霆鋒。有媒體爆料，張柏芝流產時，謝霆鋒忙着拍戲，不近很少陪伴，甚至接到消息後5小時才趕到醫院，全程低頭玩手機，連句安慰都沒有。更有傳聞說，張柏芝的弟弟張豪龍曾為這事找謝霆鋒理論，兩人差點動手，最後靠張柏芝按住才收場。加上後來謝霆鋒和王菲復合，網友直接給謝霆鋒扣上冷漠渣男的帽子，罵他不顧妻子死活，一心只想回頭找舊愛，就連風之分辨的原因也被強行安在了王菲頭上。王菲插足張柏芝被拋棄的標題滿天飛，仿佛她的婚姻破裂，4次流產全是這個第三者造成的。可只有謝霆鋒自己知道，他對張柏芝從來都沒有真正放下過。離婚後的這些年，他雖然和王菲在一起，卻始終沒有忘記張柏芝，更沒有忘記兩個人子。他按時支付撫養費，經常抽出時間陪伴兩個人子，每次人子過生日，他都會親自到場，給人子準備禮物，陪人子降生。甚至有港媒爆料，謝霆鋒這些年一直默默關注着張柏芝的一舉一動，知道她獨自帶娃辛苦，經常暗中幫忙，給她提供資源和幫助，只是從不公開，不想引起外界的爭議。而張柏芝雖然嘴上不悅，卻也始終沒有真正放下這段感情。他從來沒有在公開場合越過謝霆鋒的呸話，反而多次在採訪中表示，謝霆鋒是一個好爸爸，對兩個人子很好。甚至有媒體拍到，兩人偶爾會因為孩子的事情見面，舉止得體，沒有絲毫尷尬，反而多了一份默契。如今，張柏芝生下4胎千金，謝霆鋒拋棄王菲，在產房外守了72小時，這一舉動其實早就埋下了伏筆。有人猜測，這個4胎千金就是謝霆鋒的孩子，兩人這些年一直暗中往來，只是沒有公開而已。也有人說，
謝霆鋒之所以攰守在產房外，是因為他愧疚於當年對象柏芝的虧欠，想要彌補他，彌補這兩個人子。如今又多了一個女人，他不想再錯過孩子的成長。不管真相如何，有一點可以肯定，謝霆鋒對象柏芝從來都沒有真正放下過。這段久戰了10幾年的恩怨，從來都沒有真正結束。而這次四胎千金的出生，無疑讓這段早已塵封的感情再次被推到了風口浪尖，也讓港圈的豪門大戲變得更加撲朔迷離。與此同時，王菲的處境也變得十分尷尬。作為謝霆鋒的戀人，她陪伴了謝霆鋒這麼多年，一直默默付出，卻在象柏芝生產的時候被謝霆鋒拋棄，獨自留在國外，淪為全網同情的對象。有港媒拍到，王菲在得知謝霆鋒守在象柏芝產房外的消息後，情緒十分低落，獨自現身機場，面色憔悴，眼神空洞，顯然是受到了不少的打擊。有網友爆料，王菲已經和謝霆鋒聯繫過，質問他為什麼要這麼做，可謝霆鋒卻只是沉默，沒有做出任何解釋。這讓王菲十分傷心，兩人之間的感情也因此出現了巨大的裂痕，甚至有傳言說兩人已經正式分手，徹底結束了這段長達多年的戀情。象柏芝順利生下四胎千金的消息轉到謝賢耳朵裏後，88歲的謝賢不顧身體年邁，拄着拐杖，親自現身香港養和醫院，看望象柏芝和剛出生的孫女。據悉，謝賢得知象柏芝懷四胎的消息後，就一直十分期待，多次託人詢問象柏芝的身體狀況，還特意準備了很多新生人的禮物，盼着這個曾孫女的出生。當謝賢看到襁褓中的孫女時，瞬間老淚縱橫，小心翼翼地接過孫女，動作溫柔，眼神裡滿是寵溺，嘴角一直掛着笑容，連聲道：乖，我的乖孫女，太可愛了，和柏芝小時候一模一樣。隨後，謝賢召集了謝家所有的族人，全有自己的律師，當場怒拍桌，一聲令下，從今天起，我謝賢名下所有的資產，包括房產、存款、公司股份，總共100億身價，全歸象柏芝和我的乖孫女所有。我的兩個曾孫 Lucas 和 Quintus 也能分到相應的份額。至於霆鋒，他自己有能力，不需要我的資產。誰要是咁有意義，誰就別認我這個謝家老爺子。我謝賢說到做到。